大張。咁首先今日都好想多謝每一位入場支持我呢個演唱會嘅朋友啦，因為知道要入嚟去喺呢個時間去入嚟去支持我呢個演唱會，其實係一件絕對唔容易嘅事，咁所以都好多謝你哋大家每一位入場支持。咁喺今晚啦，我自己係一個好相信音樂嘅人嚟嘅，我自己都覺得音樂喺呢個咁難過嘅時段係可以俾到一啲力量自己，又或者身邊嘅朋友，咁所以我哋喺今次嘅演唱會都希望用今個 show 嘅力量去俾到大家有一個向前行嘅動力啦。咁以下落嚟，希望大家可以起立同我一齊向今次意外嘅朋友默哀。